迄个大灶甲大鼎的接芳，分明就是要甲挑烂，要来徛空。故意的啦。夫人甲手巾仔摕互金条看，讲伊就讲，你家己看卖，这啥？一回落去乌麻麻，你厝内敢有伫拼？迄个无乌则奇怪啊，对无吼？妹，金条就想讲，这大灶稳当都有火呼才有法度吼，总无讲厝内拢卖煮吼，所以伊就甲即个夫人甲应讲，夫人，这灶都早时啊拄用过啦，嘛真客气，毋敢讲啥。夫人一听是规不倒火，死查某鬼啊搞烂头，代志毋做好，你阁敢强辩？今日若无互你一个教死，你是袂长志。各种借口，各种的苦毒灵治啦。夫人一生气，灶骹内底什么物件撒来就烧，摕来就讲，又阁整，又阁对，又阁塞，又阁拍，又阁砸，又阁烂，又阁踢，又阁打，就安尼金条所互伊活活灵治死啊！哎哟。